景房就邊度有 Hugo， 大家覺得周圍嘅環境點啊？下邊係沙灘、海邊、綠道，朝頭早可以跑下步，夜晚就散步。呢邊嘅綠化好多花草樹木嘅，又有雀仔聲啦，又有歌聲嘅。哇！呢度仲有椰子啊！人間三月葱和景明，十里岩灘嘅山過梅開咗啦。呢個屋苑咧係海雲天。曾幾何時呢度嘅海景房咧，間間都要成球嘢嘅。但係除咗烏山就不是雲，而家20零萬咧就可以擁有香港最理想嘅後花園。我哋而家即刻上去睇睇。話時話啦，我哋嚟到呢一層係高層嘅海景房，呢度係圍廊式設計嘅，因為佢係高層，所以通風透氣係非常之好嘅。睇睇個天花，天花咧乾淨企理啦，地面咧係好乾爽嘅。夏天咧就涼浸浸，冬天又暖甩甩。出邊個花槽位可以自己整一個入戶花園，用得就唔好嘥啦，因為自己出咗錢嘅。呢一層海景房咧，日正咧係87平方嘅，實用有70平方嘅。廚房位係開放式嘅廚房，直不甩嘅操作台面，用起身係相當之方便嘅。洗手間呢度咧係乾濕分離嘅，啊呢邊就係上廁所，呢邊係沖涼嘅。就兩個就唔會打交啦。入翻嚟呢隻戶型咧，佢係比較適合自住啦、度假同埋做酒店式管理嘅，託管有收益嘅。如果想格一格咧，可以喺呢度打一排櫃嚟格嗰個戶型。最重要嘅咧就係出邊嘅露台啦，露台咧有20個平方啦，可以睇到一線無敵海景嘅。呢一層樓嘅總價咧就係20幾萬就可以擁有噶啦。如果大家覺得有興趣咧，可以聯絡 Hugo。好，拜拜。